各位虔诚的信徒，阿弥陀佛！诸位都是累世修行来福气，才会当听到这部《法华经》。有一句话咧讲：开悟的灵验，成佛的法华。无读法华，毋知影如来救世苦心。释迦牟尼佛讲，读上《法华经》的人，常常无忧恼，也无病痛，颜色鲜白，袂出世善恰参下贱的家庭，面目端正，身材美妙庄严，袂遇到多寡的灾难，毒也袂当害，火也袂当烧，水也袂漂，万亲也会当摧灭，而且百千诸佛用神通力共同保护你，人命将时会当往生安乐世界。这部《法华经》拄亲像寒冬的天气得到火，拄亲像汤北体的人得到衫，拄亲像囝得到老母，拄亲像爱过海得到船，拄亲像破病人得到医生。现在要来讲上《法华经》的感应。古早的时阵，有一位潘先生，看到窗仔部一只羊仔，伊就想要甲掠转来杀掉。掠到半路的时阵，迄只羊仔咩咩吼，伊惊伊讲即只羊仔互迄羊仔的主人听到，伊就背着迄个羊仔的舌咯。无偌久，潘先生的喙齿煞袂当讲话。官人问伊啥物款的原因，伊就摕纸来写即件代志。官人呢就叫伊写《法华经》，医生是发愿敬写即部《法华经》，也食菜，还搁再饲芥，为即只羊仔受福。后来经过一年，伊的子君搁来亲像以前恢复完全，会讲话咯。这就是上《法华经》的感应。搁再有一个王先生，患着5年的鼻孔的病，中医西医都无效。后来印《法华经》50部送人，鼻孔的病就好起来了。搁再有一位法愿王生，伊印100部的《法华经》送人，后来在半空中对伊讲：法愿已足，必得往生。伊也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注意大德，若是有人要救这个病苦消除、开智慧，就请你买这部《法华经》的录音带送人。这是你广结善缘、增福增慧、消除业障的机会，也是报答你累世父母的恩惠，也会当参冤亲债主解冤释结，是度亲友学佛修行最好的礼物、参送品。这是参印《法华经》同款的功德。现今成王爱华公司邀请我读上这部《法华经》，因为我以前有亲近一位汉文老师读汉文，所以有正确的汉文音，而且也查过康熙字典，因此甲来录这部《法华经》。现今要来开始读这部《法华经》。妙法莲华经卷起卷第1。姚真三藏法师求摩罗什方照译，明古5牛译智学契。妙法莲华经序品第1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自王舍城，居舍屈山中，以大比丘众12000人故，皆是阿罗汉。诸流已尽，无惑烦恼，大得其利，尽自由结，心得自在。其名曰阿耨骄阵如，摩诃迦叶，优流频雷迦叶，伽ဧ迦叶，那提迦叶，舍利弗，大目犍连，摩诃迦旃延，阿耨留陀，劫宾那，交还菩提，离波多，必能ခေ波叉，
薄居罗，摩居希罗，难陀，孙多罗难陀，富罗那，弥多罗尼子，须菩提，阿难，罗诃罗，如是众所知识，大阿罗汉等，复有学无学，2000人，摩诃萨菩提比丘尼，以灌输6000人故，罗诃罗藐，耶输多罗比丘尼，亦以灌输故，菩萨摩诃萨80000人，皆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，皆得多罗尼，傲说辩才，全不退转法轮，供养无量8,000诸佛，以诸佛所实相德本，常为诸佛之所称叹，以之修身，善入佛慧，通达大智，度于彼岸，名称普闻无量世界，令度无数8,000众生，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得大势菩萨、上精进菩萨、不休息菩萨、宝藏菩萨、药王菩萨、勇士菩萨、宝月菩萨、月光菩萨、满月菩萨、大力菩萨、无量力菩萨、月三界菩萨、八朵波罗菩萨、弥勒菩萨、宝积菩萨、道师菩萨、如是等菩萨摩诃萨80000人故，念时色体梵音，以其灌输20000天子故，复有名月天子、普祥天子、宝光天子、四大天王，有其灌输万天子故，自在天子、大自在天子，有其灌输3万天子故，三宝世界主、梵天王、死去大梵、光明大梵等，有其灌输12000天子故，有八良王、难得良王、八难得良王、沙迦罗良王、何修吉良王、得叉迦良王、阿那婆达多良王、摩那斯良王、优波罗良王等，各以6间8,000灌输故，有四紧那罗王、法紧那罗王、妙法紧那罗王、大法紧那罗王、次法紧那罗王，各以6间8,000灌输故，有四乾达婆王、六乾达婆王、六阴乾达婆王、密乾达婆王、密阴乾达婆王，各以6间8,000灌输故，有四阿修罗王、波提阿修罗王、祇罗乾多阿修罗王、
比魔即多罗阿修罗王，罗诃阿修罗王，各以六间8千观属具，有释迦罗罗王，大威德迦罗罗王，大神迦罗罗王，大满迦罗罗王，如意迦罗罗王，各以六间8千观属具，为替虚子乌舍世王，以六间8千观属具，各礼佛足，退坐一面，念时世尊，四将为了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为诸菩萨说大圣经，名无量义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佛说此经义，结跏趺坐，立于无量义处三昧，心心不动，时时天雨曼陀罗花，摩诃曼陀罗花，曼殊沙花，摩诃曼殊沙花，离散佛像，及诸大众，普佛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念时会中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、及诸小王、转轮圣王、施诸大众，得未情友，欢喜合掌，一心观佛。念时，佛放眉间，别合相光，照东方18000世界，密不周遍，下至乌毗地狱，上至乌迦尼叉天，依此世界，正见彼道，六处众生，又见彼道，现在诸佛，及闻诸佛所说经法，并见比丘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诸修行得道者，复见诸菩萨、摩诃萨，种种因缘，种种性解，种种相貌，行菩萨道，复见诸佛，般涅槃者，复见诸佛，般涅槃后，以佛舍利，起七宝塔，念时弥勒菩萨，作是念：今者世尊现身变相，以何因缘，利有此随？今佛世尊立于三昧，是不可思议，现虚有事。当以问随，随能答者，复作此念：是文殊师利，法王之子，以正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，必应见此虚有之相。我今当问：念时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及诸天龙鬼神等，含作此念，是佛光明神通之相。今当问随？念时弥勒菩萨，欲自决疑，
游观四众，比丘尼，游波色，游波夷，集诸天龙，鬼神等，众会之心，利问文殊师利言，以何因缘，利有此随，神通之相，放大光明，照于东方18000度，悉见彼佛，各界庄严。伊是弥勒菩萨，欲重宣此义，以其文愿。文殊师利，导师护国，眉间别合，大光普照，五万多罗，万殊沙华，简单雄风，一看众心。伊是因缘，地界严正，离此世界，六种震动，时事播种，涵盖欢喜，心意快莲，得未情有，眉间光明，照于东方，18000度，皆如金色。将阿毗乐上至有顶，自世界中，六道众生，生死所处，善恶业缘，受报好丑，依此识见，诱导诸佛，圣主师子，演说经典，微妙第一。机身清净，出流鸾音，教诸菩萨，无数亿万，梵音深妙，令人咬文，各依世界，讲说正法，种种因缘，以无量路，照明护法，开悟众生。六人做苦，厌恼病死，为说涅槃，真诸苦者，六人有福，精强养佛，志求圣法，为说严格，六有佛子，修种种行，求无上慧，为说正道。文殊师利，我自依此，见闻六事，及千亿事，如是众多，今当略说。我见彼度，行沙菩萨，种种因缘，离求佛道，或有行事，金银珊瑚。珍珠摩尼，机器玛瑙，金刚珠灯，罗比巨城，宝色莲衣，欢喜布施，回向佛道，愿得四圣，三界第一，诸佛所叹，或有菩萨。司马宝记，难顿华界，显色布施，福见菩萨，心力修足，急切自是，求无上道，又见菩萨，调目身体，心傲思意，求佛智慧。文殊师利，我见诸王，王爷佛所，闻无上道，遍下六道，供殿神接，铁拄书法，利弊法学，迄见菩萨，
离足比丘，独处闲静，偶上经典，又见菩萨，阳明精进，立于深山，思维佛道，又见利欲，相处空闲，深修禅定，得我神通，又见菩萨，安详合掌，以千万计，赞助法王，复见菩萨，至亲至故，令闻诸佛，闻悉受持，又见佛子，定慧具足，以无量路，为众讲法，深奥说法，化诸菩萨，破魔兵将，离结法果，又见菩萨，七莲艳密，天良恭敬，不以为喜，又见菩萨，处林放光，这地乐苦，令入佛道，又见佛子，微常随眠，经行林中，勤求佛道，又见具戒，威仪无缺，正如宝珠，以求佛道，又见佛子，自饮乐力，正常万人，恶马追打，该色灵饮，以求佛道，又见菩萨，离诸喜切，急持观续，亲近智者，一心治乱，念念山林，亿千万岁，以求佛道，迄见菩萨，傲转饮食，百种通药，施佛极精，名医上福，价值千万，迄无假意，施佛极精，千万亿种，简单宝舍，众妙无故，施佛极精，清净万灵，花果无性，流转欲池，施佛极精，如是定是，种种微妙，欢喜无厌，求无上道，亦有菩萨，说一灭法，种种教教，无数众生，亦见菩萨，观诸法性，无有理想，犹如虚空，又见佛子，心无所着，以此描绘，求无上道。文殊师利，又有菩萨，佛灭道后，供养舍利，又见佛子，造诸塔庙，无数形沙，严饰各界，宝塔高庙，5000由旬，长讲正顶，2000由旬，一一塔庙，国千同欢，诸高罗万，宝灵和明，诸天良神，人及非人，香花伎乐，上以供养。文殊师利，诸佛子顶，为供舍利，严饰塔庙，各界自然，殊德妙好，如天殊王，奇花开富，佛放一光，五极众会，见此各界，种种殊妙，
诸佛神力，智慧稀有，放一净光，照无量国。五顶见此，得未曾有。佛子文殊，愿决众疑，四众欣仰，瞻临及我，世尊何故？放示光明，佛子时答，决疑灵喜，何所了益？言示光明，佛造道场，所得妙法，为欲说此，为当受记。是诸佛道，众宝严正，急见诸佛，慈悲消缘，文殊当知，四众良神，监察仁者，为说何等？尔时，文殊师利与弥勒菩萨摩诃萨，及诸大师、善男子等，如我为蠢，今佛世尊，欲说大法，有大法有，吹大法雷，极大法果，言大法义。诸善男子，我以过去诸佛，精见此随，放示光义，即说大法，是故当知。今佛现光，亦复如是，欲令众生含得闻知，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故现斯随。诸善男子，如过去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，无尽奇劫。尔时有佛，号日月灯明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先世世间解，无上师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言说正法，初先、中先、后先，kỳ義深遠，kỳ義巧妙，順益無雜，具足清別，梵行之上，為求聲聞者，說應四諦法，度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，為求辟支佛者，說應十二因緣法，為諸菩薩，說應六波羅蜜，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眾智，此福有佛，亦名日月燈明；此福有佛，亦名日月燈明。如是二萬佛，皆當一字，號日月燈明，又當一乘，成婆羅堆。弥勒當知，初佛後佛，皆當一字，名日月燈明。十好具足，所可說法，初中後先，既做後佛，未出家時，有八王子，一名有義，二名善義，三名無量義，四名寶義，五名淨義，六名từ義義，七名響義，
八明法义，是八王子，威德自在，国领事天下，是诸王子，文夫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摄舍王位，亦随出家，发大圣意，常修梵行，皆为法事，以于千万佛所，实诸善本，时时日月灯明佛，说大圣经，名无量义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说是经义，即于大众中，结跏趺坐，立于无量义处三昧，心心不动，时时天雨曼多罗花，摩诃曼多罗花，曼殊沙花，摩诃曼殊沙花，离散佛像，集诸大众，普佛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尼时会中，比丘、比丘尼，优波塞、优波夷，天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、及诸小王、转轮圣王等，是诸大众得离情友，欢喜合掌，一心观佛，尼时如来放眉间，别合相供，照东方18000佛道，密不周遍。如今所见，是诸佛道，密力当知，尼时会中，有20亿菩萨，傲欲听法，是诸菩萨，见此光明，普照佛道，得离情友，欲知此光，所为因缘，时有菩萨，名曰妙光，有800弟子，时时日月灯明佛，将三昧起，因妙光菩萨，说大圣经，名妙法莲华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60小劫，不弃于座，时会听者，亦坐一处，60小劫，心心不动，听佛所说，为如实经，时时众中，无有一人，六身六心，离生害惯，日月灯明佛，以60小劫，说是经义，即于梵、摩、沙文、波罗文及天、人、阿修罗众中，离宣此言，如来于今日中夜，当日无余涅槃，时有菩萨，名曰德藏，日月灯明佛，接受记记，告诸比丘，是德藏菩萨，持当作佛，号曰净身，多罗阿伽多，阿罗阿，三藐三佛道，佛受记忆，便于中夜，
日无遗涅盘，佛灭道后，妙光菩萨，持妙法莲花经，满80小劫，为人演说，日月灯明佛，八字该施妙光，妙光教法，灵机坚固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诸王子，供养无量8千万亿佛语，该成佛道，其最后成佛者，明月莲灯800弟子中，有一人好乐求名，贪得利用，随福托上众敬，理不通理，多所忘失，故号求名。是人亦以种子善根因缘故，得得无量8千万亿诸佛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密力当知，你是妙光菩萨，其余人号我心是也，求名菩萨，你心是也，金见此随，以本无异，是故为蠢。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，名妙法莲花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你是文殊师利，以大众中，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其言。我念过去世，无量无数劫，有佛临终尊，好日月灯明，世尊演说法，度无量众生，无数亿菩萨，能入佛智慧。佛未出家时，所生8王子，见大圣出家，亦随修梵行。时佛说大圣，经名无量义，依诸大众中，利为讲分别。佛说此经义，即依法座上，家父座三昧，名无量义处，天雨万道化，天果自然明，诸天龙鬼神，供养临终尊，一切诸佛道，即时大震动，佛放未间光，现诸虚有事，此光照东方，18000佛道，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，有见诸佛道，以众宝庄严，琉璃玻璃色，斯有佛光照，极见诸天人，良心也切众，乾达紧那罗，各供养其佛，又见诸如来，自然成佛道，身色如金山，端严甚微妙，如镜琉璃中，内现真金相，世尊在大众，敷演亲法义，一一诸佛道，声闻众无数，因佛光所照，悉见彼大众，或有诸比丘，在依山林中，精进持正戒，犹如护明珠，又见诸菩萨，或
行事林绿顶，技术如行沙。思有佛光照，又见诸菩萨。深入诸禅定，身心即不动，以求无上道。又见诸菩萨，知法即灭相，各依其国度，说法求佛道。念时四部众，见日月定佛，现大神通力，其心皆欢喜，各国自相问，是事何因缘？天人所奉尊，释将三昧起，赞妙光菩萨，你为世间眼，一切所归顺，令风持法藏，如我所说法，为你能证知。世尊既赞叹，令妙光欢喜。说是法华经，满60小劫，不弃依此座。所说上妙法，是妙光法师，悉皆能受持。佛说是法华，令众欢喜意，甚至依是日，高于天人众。诸法实相义，以为你定说，我今于中夜，当入于涅槃。你一心精进，当离于放逸。诸佛心难得，一劫时一遇。世尊自注定，闻佛入涅槃。各国怀悲恼，佛灭一何所？圣主法之王，安慰无量众。我若灭道时，你定勿忧怖。是得众菩萨，以无量实相，心意得通达，其次当作佛。何愿为净身，益度无量众。佛此也灭道，如心尽可灭，分布诸舍利，离去无量他。比丘尼，技术如行沙，培福加精进，以求无上道。是妙光法师，奉持佛法藏，80小劫中，广宣法华经，是诸八王子，妙光所开发，坚固无上道，当见无所佛，供养诸佛意，随顺行大道。上界得成佛，转次离受记，最后天中天，何愿莲定佛，诸先知导师，度脱无量众，是妙光法师。时有一弟子，心常怀懈怠，贪着伊名利。求名利无厌，多有作性家，弃舍所习相，慧望不通利，亦是因缘故，何之为求名？亦行众生业，得见无所佛，供养于诸佛，随顺行大道，故略波罗蜜，今见识师子，其后当作佛，何名愿密力，广度诸众生，
技术无有量，彼佛灭道后，害代者理事，妙光法师者，金积五神士，我见定明佛，本讲虽如此，以是知金佛，欲说法华经，金上如本随，是诸佛方便，金佛放光明，诸法实相义，诸人金当知，合掌一心态，佛当无法有，常足求道者，自求三圣人，若有疑惑者，佛当为治断，令尽无有疑。妙法莲花经，方便品第二。尔时世尊，将三昧安详离去，各舍离佛，诸佛智慧，深深无量，其智慧文，难解难入，一切声闻，辟支佛，所不能知，所以假合，佛净清净，8,000万亿无数诸佛，尽行诸佛，无量度法，扬名精进，名称普闻，成就深深微净有法，随宜所说，意处难解。舍利弗，我从成佛以来，种种因缘，种种譬如，讲演言教，无数方便，引导众生，令离诸毒，所以假合，如来方便，知见波罗蜜，皆以具足。舍利弗，如来知见，广大深远，无量无碍，力无所谓，禅定，解脱三昧，深入无界，成就一切未净有法。舍利弗，如来能种种分别，口说诸法，言辞流乱，亦可众心。舍利弗，此要言之，无量无边，未净有法，佛悉成就。即舍利弗，不思复说，所以假合，佛所成就，第一稀有难解之法，以佛为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所谓诸法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尔时世尊，欲重宣此义，离说其言，世雄不可量，诸天及世人，一切众生类，无能知佛者，佛力无所谓，解脱诸三昧，及佛诸异法，无能测量者，本将无所佛，故作行诸道，深深微妙法，难见难可了。以无量亿劫，行此诸道义，道场得成果，我以悉知见，如是大果报，种种性相义，
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，是法不可思，言辞上极灭，诸于众生类，无有能得解。地诸菩萨众，信力坚固者，诸佛弟子众，正供养诸佛，一切留已尽，自是最后身。如是诸人等，其力所不堪。假使万世间，皆如舍利弗，真实强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正使万十方，皆如舍利弗，及伊诸弟子，亦万十方刹。真实强度量，亦复不能知。撇其佛利智，无了最后身，亦万十方界，其所如得临。斯顶强一心，以益无量劫，欲施佛实智，莫能知少分。心法依菩萨，供养无数佛，了达诸义处，犹能现说法，如度麻得伟，充满十方刹，一心以妙智，以行好三劫，涵盖强思量，不能知佛智，不退诸菩萨，其所如行沙，一心强思求，亦复不能知。又故舍利弗，无了不思议，深深微妙法，我今已具得，为我知实相。十方佛亦然，舍利弗当知，诸佛语无异，依佛所说法，当生大信力。世尊发求后，要当说真实，高诸声闻众，急求缘觉性，我能脱苦服，大得涅槃者。佛以方便力，是以三乘教，众生处处着，应之能得出。你时大众中，有诸声闻、六尽、阿罗汉、阿耨憍天如等，千二百人，极发声闻，辟其佛心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各作是念：今者世尊，好过殷勤，称叹方便，利作是言：佛所得法，甚深难解，有所言说，意处难知。一切声闻，辟其佛所不能及。佛说一解脱义，我等亦得此法，度伊涅槃。离今不知，是义所处。你时舍利弗，知四众心疑，自益离了，离别佛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？殷勤称叹，诸佛第一方便，深深微妙，难解之法。我自昔来，未曾将佛闻如是说。今者四众涵盖有疑，意愿世尊，敷衍施事，
世尊复告：殷勤清叹，深深微妙，难解之法。你是舍利弗，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其言。慧律大圣尊，究乃说是法，自说得如是，力无畏三昧。禅定解脱等，不可思议法，道场所得法，无能发问者，我以难可测，亦无能问者，无问而自说，轻叹所行道，智慧甚微妙，诸佛之所得。无量诸罗汉，急求涅槃者，今皆对疑妄。佛何故说是？祈求缘觉者，比丘尼，诸天良鬼神，及乾达宝等，相是怀犹豫，瞻仰良足尊。是事为云何？愿佛为解说，依诸声闻众。佛说我第一，我今自依止。疑惑不能了，为是究竟法，为是所行道。佛口所生子，合掌瞻仰台。愿出微妙音，实为如实说。诸天良神等，具所如行沙。求佛诸菩萨，大数有8万，有诸万亿国，转轮圣王子，合掌以敬心，欲闻具足道。尔时，佛告舍利弗：子，不思学说，略说是事。一切世间，诸天及人，皆当敬仪。舍利弗，重别复言：世尊，意愿说之。所以假何？是会无数8千万亿无尽其众生，精见诸佛，诸君明理，智慧明了，闻佛所说，即能敬信。尔时舍利弗，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其言。法王无上尊，以说愿无离，是非无量众，有能敬信者。佛复指舍利弗，略说是事。一切世间，天人阿修罗，皆当敬仪。正上万比丘，将对伊大倾。尔时世尊，重说其言：子，不思说。我法妙难思，诸正上万者，闻必不敬信。尔时舍利弗，重别复言：世尊，意愿说之。今次会中，如我顶彼8千万亿，世世以前将佛受法，如此人等，必能敬信。中夜安稳，多所疗益。尔时舍利弗，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其言。无上良足尊，
愿说第一法。我为佛种子，以随分别说，是非无量众，令境信此法。佛以正世说，教化如是等，该一心合掌，欲听受佛语，五顶千里壁，及伊求佛者，愿为此种故，以随分别说，是等闻此法，即生大欢喜。尔时世尊告舍利弗：你以殷勤三请，其德不说。你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为你分别解说。说此语时，会中有比丘、比丘尼，有波色，有波夷，5000人等，即将坐起，礼佛而退。所以假好，此辈罪根深重，急增上慢，未德为德，未正为正。有如此事，是以不住。世尊默然，而不制止。尔时，佛告舍利弗：我今此种，无复继续，顺有正实。舍利弗，如是正常万人，退一加一。你今善听，当为你说。舍利弗言：依然世尊，愿乐欲闻。佛告舍利弗：如是妙法，诸佛如来实乃说之。如幽谈白话，实一现你。舍利弗，你定当信佛之所说，言不虚妄。舍利弗，诸佛随宜说法，意处难解，所以假好。我以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如言时，言说诸法。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。所以假好，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果出现于世。舍利弗，云何名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果出现于世？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，使得清净果出现于世。欲使众生佛之知见果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我佛知见果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立佛知见道果出现于世。